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疫情加真稳定咯。那呢，7月12，敢会当未解封咧？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这个疫情若是往好的方向咧发展，安尼7月12了后，会适度调整部分的行业的管制措施，互这个防疫嘛当来兼顾不倒。另外，台北市长郭文提讲。互这个注疫苗的第7类的人员会当来注疫苗，这是国家家己制造的特权疫苗。这是由台南市长黄伟綽听到真不满哦，讲中国的民众拢咧忍，台南人的命嘛是命。黄伟綽来呛讲，甲这个疫苗优先予台北，为什么台北市有遐尼侪疫苗咧？请问这若毋是特权，安尼啥物才是特权？全国民众大家都在忍。把疫苗优先给你们，台南人的命也是命啊。那为什么台北市有那么多？那请问，如果这不是特权，什么是特权？台南市长黄伟綽批评台北市长郭文綽，因为注疫苗顺序的第7类人员，和郭文綽认为是特权。有些行业、有些人员确实有必要赶快施打，所以才会列出有些类别。这中间。都没有所谓的特权，完完全全是因为防疫的需要。国内3级的警戒已经要2个月，苏贞昌这摆专工去看客停车司机注疫苗。至于关陈市长、交通部长王国材嘛，拢对伫身躯边详细解说，疫苗已经注到第1线的司机。本土疫情嘛有开始较会，苏贞昌嘛讲，7月12了后有机会未解封。如果到7月12号。疫情能往好的发展，但是不是有哪些行业可以怎么样子适度的调整，既能兼顾防疫，又能发展经济，又能维持生计？每一个行业有无同的管制措施，不过嘛传出领养内部有反对苏贞昌的声音。未来若是改变防疫队形，前副总统陈建仁、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，方认为有可能会接行政院长。行政院长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，我每天想的就是工作，现在想的就是如何做好防疫，如何拼经济，以及如何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冲击的行业，个人怎么样给他们纾困？苏贞昌无回应敏感的问题。总统府嘛讲，蔡总统目前无免换行政院长的拍算，欧北药对防疫嘛无任何的帮助。